六家高中西栋校舍及活动中心拆除重建的工程，六家高中教学的成果跟入学的学生的程度都非常的好。那我们这一次的新建的校舍的工程是明年7月完成，活动中心在后年的1月完成。那这些工程总经费达到6亿9千多万元，非常高兴中央的支持。那我们新竹县的5大高中那逐一的在实现。那我们西栋教室会拆除10班教室，然后增加16间的教室哈。那我们会增加我们的班级数，在115学年度会增加到13个班哈。那我们这个部分就可以让我们的高中的孩子能够在我们6家就读。整个西栋跟活动中心完成以后，全校就会变成全部都是新的校舍。